又想住得鬆動舒服，又想多啲儲物空間。今日我哋嚟睇下呢幾種睡房嘅設計，舒適儲物，通通都有。首先就一定係做地台床啦，地台可以擺放好多唔經常用到嘅嘢，方便雜物多嘅家庭，為收納多出1倍嘅空間。到頂儲物衣櫃就可以解決2個人嘅衣物收納問題啦。如果空間比較細，可以考慮下床頭櫃加側櫃嘅設計，咁樣就可以利用埋地台床上方嘅空間，實現多功能收納。因為房間內冇書台啦，咁中空位就可以代替書台嘅部分功能，擺啲書啊、紙巾盒啊都好就手噶。咁如果想要做翻張梳妝台，可以點樣？將衣櫃做成推拉門，就可以慳出開門嘅位置啦。而且上方嘅吊櫃都好多儲物量噶。唔同嘅戶型、唔同嘅尺寸，同埋你唔同嘅生活習慣，出嚟嘅空間設計都會唔同噶。所以揾我哋設計，你就最放心啦。